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家郭碧琪，今日介紹一個鋪源嘉芬路廣場洋房，實用面積459尺嘅，咁有高層又有海景嘅，咁我哋可以望下個單位先啦。呢個廚房位置都係做咗一個長方形嘅設計啦，咁都係採用翻原裝嘅嘢嘅。咁呢度咧有個窗位置咧，咁客飯廳都係做翻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咧窗外望翻出去咧就開揚嘅，咁遠望翻清水灣步道啦，同埋都有海景望下嘅。咁廳位置預留咗一個 L 位擺放嘅組合位。咁我哋去到一個睡房區加廁所位置啦。咁我哋一個睡房區。都係同一個景觀嘅，咁洗手間都係有窗嘅設計，通風都係一流嘅，都係保留翻浴缸設計嘅。咁呢間到一間嘅主人房，咁廳兩間睡房嘅景觀其實都一致嘅，都係舒服開揚嘅。咁呢個咧就預留咗一個6尺嘅位置，可以擺放嘅衣櫃啦，同埋一個5尺床。咁嗰個單位就睇完啦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不妨直接聯絡我，我電話係92246364。